好的回饋就在南紡購物中心，歡迎全家大小力南紡購物中心歡度母親節，買得開心。南紡購物中心天后奇遇季，當期自4月16號到22號進行預購，正當期在4月23到5月10號登場，推出包含指定專櫃滿5000送500，大家電滿1萬送1000，另外搭配着會員卡以及聯名卡消費，還有加碼優惠，相關會當回饋到15%。今年的母親節檔期的回饋呢，每天也都有5000送500的這個回饋給各位顧客們。那當然最高的呢，也有15%的一個回饋哈。那針對我們的會員卡啦、聯名卡都有各項的這些滿額回饋的贈送。我們在第一季的業績的成績呢，有成長了7%哦。那縱使這個現在很多社會上的新聞啦哈，大家在關心一些打仗的事情啦哈，政治經濟一堆事哈，黃金會跌到多少哈，台積電會到哪裡？但是我們認為我們的顧客哈，最關心的就是來南紡購物中心能夠買到什麼好康的。我們準備了什麼回饋給客人們，這也是我們在經營上比較重視的哈。所以呢，我們也希望說，在整個檔期期間，長輩們、朋友們能夠來這邊多我們很好的用餐的環境。那我們也有很多準備給顧客們的優惠。那我們希望說，南紡購物中心一直以來是台南在地用餐、購物、娛樂非常好的，也是我們自認為是很好的一個商場。那也希望這段時間我們針對一些購物上的優惠，準備了這麼多的這個回饋給顧客。歡慶母親節，南紡購物中心在4月18號將會舉辦全明星人偶運動會，有沙溢先生、葉綺亞、小雞之、啾啾妹、魚頭君等，也將獻身給民眾同樂。4月19號則是有香蕉哥哥見面會，親子講座、家藝表演以外，4月18到19，也安排親子市集等，活動規劃豐富多元，就是希望會當經過一個親子家庭做伙來同樂，陪媽媽過一個母親節。台南新聞中，偉忠採訪報道。